不敢，安尼怎么样？所以讲的时呢，人拢爱学，无人写家己挂起生气，挂大体团共刻入来就行，安尼嘛，他咱修养也都共款，管家为师啦，你若要认真，就有希望啦；唔认真就无法度。要看上天安修道修过了10年，要看这老菩萨前过去人咧念。到这阵也要咧修，哇，这精神可嘉，迄拄啊3字来形容啦，无艳丽，我愿意，安尼就听会出来。我若无愿意咧，有啦，我就心拢伫个啦。今仔日开班我拢知影啦，虽然我无去，我心拢有去啦，我拢知啦，知都唔去透落去，敢若知，知若无阿水嘛无法度咧，敢若知，所以讲就爱我愿意，行会出来，安尼你就有希望。所以讲最重要就是，都靠无闲，咱嘛爱愿意要出来做，出来修，把这个小好叫做做人啦，安尼啦。你若敢若讲，我知，我唔做，嘛无动用啦，无你看啦，下晡人加班你讲了我要转来，我听啦，我要转来啦，安尼啦。你若收了到时候，你多一个，你若莫买个行看你粮食到你厝来，你是简单的话，你收就心安。所以讲，其他老师这个话分的这首歌呢，就是真心修，变啊真心修啦，伊的主分啦，第一呢，拢是这讲的道理，无分有钱也无钱，你若诚心。好心甲心意，老师一定帮助你。修道唔通装皮皮，结皮皮就对啦。认真学习来面理，合规礼节爱注意，对人礼貌又贴理。这道理看起来浅浅啦，虽看了虽有，唔过要做足困难的，要做足困难的。大家拢嘛是这讲老师的道理，一母之子，一师之徒，咱拢就是兄弟姊妹嘛，咱拢爱称呼嘛。孙人去你爱食2、3顿啦，我学着我老三嘛，买来买去，安尼拢出到我食，唔知人嘛爱买零钱，搁陪团里面，你着讲到这啊，讲到亲拢拢兄弟姊妹，才变成了，要翻到后壁讲去后壁话的安尼所以讲其实呢，有人说咱讲古的啦，咱讲古的，其实咱拢是老师的徒弟，因为呢，咱这条书一记名师一指所以讲伊是拢是这讲老师的徒弟啦伊是领着这个道团来普渡三福，来普渡，咱今仔拢会有缘，会当这个道拢是伊的徒弟啦无分有钱甲无钱，你有钱嘛咧修，无钱嘛咧修，所以讲的是呢，钱毋是万能的，但是无钱呢，万万不能啦虽然是真好用，有人时啊嘛无好用啦，到尾拢无理的啦，拢别人的啦，你拼较济是安尼，你看嘛袂着啦，是看袂着呢，画得足好遮呢，钱足济呢，但是嘛看袂着，因为从来拢是银行，拢是银行，你若有钱拢寄的，你嘛看袂着呢，有人我咧偌济钱，你都唔甘领来开。要为了做好家，你嘛咧爱无钱呢？为了爱我听我这阵我无钱呢，我可怜咧安尼，我哪怕可怜我就较会讲甲同情啦。你若会可怜就死偌紧啦，安尼啦。如果你来讲笑话，你贪两一句买过一句，老一点买过一点，你若存2、3包啦，你就去买一斤全包啊，过来招过来拼，你嘛咧爱无钱，有影呢？看爸爸拢少的，其实伊毋过就是较唔好无钱。你若莫甲喊着身躯不是嘛，过来爸爸来做所谓的。若像你安尼咧爱无钱，爱死我紧啊！你都唔甘保小钱，你都安尼的时间嘛，就过来付啊，买过来付啊，买济咧，把钱拿到，哇，讲有感情，是安怎较后生个欢喜个较大较吐的，安尼。叫伊卖也毋甘卖呢，即摆伊即个刀会当赢来就我定啦，来咱就好开始啊，安尼就对啦。所以讲的是你嘛无法度，你讲袂使嘛无法度若你身体毋好落来你拢无法度做出来，安尼。所以
钱嘛老师的徒弟有钱嘛摕去收，无钱嘛摕去收。敢有迄个讲你有钱才入来才收，无钱嘛入来才收，无啦，无安尼啦，吼。所以讲上天大公无私，总是大家拢受苦，是叫白卖物件，叫众生。你有钱无钱是你前世做的，你看有正善因，即世才得善果；你若无正善因，即世就无法当得善果啊！吼，你若无正好因缘啊，人你拢有当去看嘛？话看去食好，看可怜人也好，买咱回来到你地家山来到过咧，小学才都得谈啊！要话讲，我戆该吼。伊一张字都无害死个，啊！若安尼，我互你来世，我互你好业，那安尼上天就无公平啦。哦，看你的心啦，看你的心，你做到对，你所得到付出到对，得到就到对啦，啊，别人怨叹。哦，啊，你无钱嘛，摕去收；有钱嘛摕去收啦。有钱若袂晓通讲吼，会晓做，你较侪钱嘛无当用啦。哦。较侪钱无当用，现在咱社到无社会咧讲吼，迄有钱的拢较好业，吼，有钱的你知啦吼，有钱的就是讲迄人足穷啦，足有钱啦，像人咧食薰吼，迄话人较海派吼，一包粉寄出来内底10外人，大家拢请一包粉了啊，哦，伊要了不了10个，伊无咧计算啦，啊，就大家寄去，我要食，大家拢请，安尼就对。啊，即摆迄有钱的嘛是照样呢，毋过伊内底电哦，迄包粉寄去内底。安尼唔分你哪安尼对啦，安尼我就传几十个安尼，我若无分我传几十个安尼，哦，所以讲较苦的吼，较善下，啊有钱的拢较好个，你听听安尼啦吼，啊所以讲的是呢，修行人赚的钱，大家都爱钱，修行都爱钱呢，唔通社会讲，啊你修行拢爱钱，我修行并比你都较爱钱，毋过阮爱钱嘿，我就当做一寡善事，阮赚辛苦呢。毋过我会当了愿，我比你搁较爱呢，安尼呢，要无钱，当若要去县城，若要去啥，哇，我当帮忙啊！啊，我有钱，我会当帮忙较济个，所以讲我比你搁较爱钱的。虽然是大家下拢无偌济啦，只会证明只会拢无偌济，毋过有钱咱会当做有钱的头路，毋是像社会吼，有钱黑白丁安尼就对啦。像即阵吼，有人写这社会若要讲吼，实在太乱啦！话拢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老人伊饮领的话，讲伊去行啥货、安尼啦吼。啊钱爱乌皮久啦，食老爱收定啦，才会好心情啊，安尼啦。食人若甲毋收定吼，人生短暂啦，若甲袂晓收定吼，若安尼有啥路用啦，所以讲吼，会当来修行，这上界好，有钱无钱拢会当收。你只要你的诚心、甲诚意，看你有诚心，甲有诚意无，看你有愿意要做无。你若有愿意要做，大家拢会成功。咱大家拢知影讲做的事情较宝贵，是事情是对呀。伊若讲你事情是对呀，你有求道好法做，排你等于成本两个，无你甲拖有求道会歹弄个，阮我宝贵呀。成本两个呢，你若知影，我比你较知。因为我头300万个，迄有人时啊较早比我寄看，手牌寄下嘿，钱仔拢两个就对啦，我比你较知，钱仔我比你较知，因为我看较济，钱仔有求道的人，身躯拢两个，拢两个，若无两个一半仔属于讲无把握水啦，是食要食八节吼，迄几乎一半仔，我宝贵，别个宗教伊敢讲毋敢？所以讲呢，大开普渡，道殊胜，先地如修，做甲咱减一点尔，较会差者所以讲你若有减一点吼，欠一点就输人欠，安尼就对啦。你若得到迄点，就是全实体啊，无欠点安尼啦。无欠点就才会当等去西方啦。咱人都讲好，迄个人有够歹康，逐工就歹康，来歹康，即工嘛歹康，即工嘛歹康。1、2、3、4、5、6、7项拢歹康，后面2项大小便你拢歹康。迄人是讲较粗嘴，阮人是屎就是油。迄个人屎油去搞错，有够歹康，把屎流出来叫做屎，片仔叫做皮屎，片仔叫做泥屎，对毋对？太低屎叫创啊，免把屎流出来就天太叫做屎，就无好听嘛所以讲迄个屎油，人是屎就是油啊，对毋对？泡好康，你9项拢歹康。到就讲有事
生的。伊先拄啊名师，甲你指点迄汤拄啊无使无尿的，迄汤拢袂生屎，也无尿的就对。迄汤上好讲，你若得着迄汤，安尼甲伊交谈叫做十全十美啊。咱若得较后头忝忝，得着迄点，咱人就完美啊，十全啊，十全十美的人，才有法度转去西方啦。若无得着迄汤吼，袂当十全十美啦，所以讲伊就爱讲去轮回啦。今仔日咱就得着迄汤，拄啊好十全十美啊，无欠点，人讲即个人无欠点啊，安尼啦，安尼就我讲转去西方啦。你就好法做，好法修，好法度人。把你的时呢，看为你要偌济事代志啦，看你的位置对啦，你迄家做的啦，毋通去。我来这位尔，伊就比我较好学呢，好学人都在做，你做拢亏做啊，无快行规都无啊，安尼就对啦。所以我有当时啊即个社会事介在咱做啦，无若要讲像迄为国外道亲，还是道亲来来我若甲讲到规只人生真正意义互因体会讲有影世间人做袂是，甲你讲到安尼心才会生活，你毋相信天天在就请人来转西方，带去西方，我简单来讲一个就好啦。你甲小可是要生做去啊？你甲家己做经理人，小小就要叫你老爸做经理人囝，安尼就好啊啦。我老是我要甲第一银行，要甲邮局，我要甲农会，我甲邮局，我来邮局，你来甲农会，来农会尔。你若慢转去都毋知影，你顾是甲小小的请问，你甲囝儿父母做经理，你要叫你是团去就经领啦。安就好啊，你就安甲想就好啦。安尼有矛盾无啦？所以讲，是世间若要讲这讲会了说袂尽啦。你讲哟，真正是真正有影啦。无你咧讲，若无你咧讲，真正有影就对了。你听你咧讲，也讲真正有影。你顾是甲小小要叫伊去做经理，毋知也无派人去甲家己做经理啦。第二是做经理，你希望咱知影做经理啦？你家己邮局要去迄个第一银行，你无咧？你的口就是邮局的安尼。你怎甲小小就做经理？你若会做就好。像迄厝有厝皮，有厝皮无地皮，迄个若甲小的去地府，也无工做啦。无你市内若迄个摊地，我用一间货柜来去看人会讨也袂讨啦。迄个甲小去我去地府倒3日，人就叫你搬走啊，安尼啦。互你时传，你就请人马仔囝就搬过来，人也讨，人过去人也讨，也无工做，也无工买，安尼，就去到囝的，就免大人上尾去大，对毋对？厝皮你也无叫当地去，你甲趁租，摊地上尾你去，对毋对啊？我来讲这安尼等于找找目标，这矛盾的，安尼，所以讲真无是。